作為一個商業顧問，我成日幫班企業家學員上堂，最常聽到嘅一個問題就係：阿潤總啊，上企業管理堂嗰陣，成日聽到啲導師講咩流程、系統、機制、體系同埋制度呢啲詞，究竟佢哋有咩分別呢？冇錯，呢啲詞喺管理學入面真係成日出現嘅，但係到底點樣先可以分清楚先？等我就用個古仔同大家拆解下啦。話說有一座山，山裏面有間廟，廟入面住咗幾個和尚，佢哋每日都會食一桶粥。有個問題嚟啦，分粥嗰個永遠食到自己嗰碗都係又多又結，其他人嗰啲就稀冧冧咁，點算啊？佢哋試過投票選個德高望重嘅和尚嚟負責分，但結果都係冇改善，反而仲有人成功賄賂咗分粥嗰個和尚添。之後又試下每日唔同人輪流分，點知個個輪到自己分嗰份就狂不口粥，搞到其他人嗰幾日得個餓字。有人提議成立乜乜分粥委員會同監督委員會，諗住用權力制衡，點知班委員嗌交嗌到連啲粥都凍晒，都仲未分得成。最後有醒目仔諗到條絕招，就係繼續輪流分，但分粥嗰個要最尾先可以拎。咁結果呢？自此之後，每日啲粥就分得好勻循，因為如果唔公平，人哋就會揀晒啲好嘅，自己就要食剩低最少最稀嗰碗。呢個古仔同流程、制度同埋系統有咩關係先？等我逐樣同你講啦。首先係流程，佢係時間線上嘅動作串聯。所謂流程，其實就係跟住時間順序做晒成件事嘅步驟，係一條有直線、連貫、客觀嘅過程嚟。例如將隻大笨象塞入雪櫃嘅流程係咩？第一步就係打開雪櫃門，第二步就拎隻大象塞入去，第三步再閂埋隻門就得。係咪簡單到笑呢？呢個就係流程啦。返去分粥嗰個例子先，最初嗰個德高望重嘅和尚分粥嘅流程就係拎桶粥過嚟，佢自己直接分俾大家。而輪流分粥嘅流程就係睇下今日係輪到邊個分嗰個人就直接分俾大家。而委員會嗰套就會複雜啲，先分好晒啲粥，再等班委員逐碗判斷分得公唔公平，之後先可以拎。最尾嗰個聰明嘅方法流程就係睇下今日輪到邊個分，好平均咁分到落每隻碗度，等其他人拎咗粥先，最後嗰碗就係分粥者自己拎。當然，實際操作可以拆得更細㗎，但過程大概就係咁。企業經常都有流程管理、流程優化呢類術語，其實即係將做嘢嘅步驟執到更加精簡。原本要成13個步驟嘅嘢，執完變成得7步。原本要8個人做嘅事，優化完之後，只需要3個人就搞得掂。簡單嚟講，就係用最少嘅資源同最快嘅速度嚟完成件事。記住啊，凡事都有流程，但分別就在於效率係高定低。仲有制度，佢係白紙黑字嘅遊戲規則。咩係制度？就係做嘢嘅行為準則。佢可以係上級頒布嘅規定，亦可以係大家自願遵守嘅契約，好似員工手冊、保密協議、學生守則等等。呢啲都係典型例子。制度唔會無端端存在㗎，而係要靠人刻意制定出嚟。再講返和尚分粥嗰個情景，雖然個古仔冇詳細咁講制度，但就可以推測到選舉德高望重和尚嘅制度、輪流分粥次序嘅制度，仲有選舉委員會嘅制度，呢啲全部都係屬於制度範疇。企業中常見嘅制度仲有嚴禁收受回扣、禁止家屬響同一個部門任職，仲有辦公室嚴禁吸煙等等。制度就好似馬路嘅紅綠燈同護欄咁，佢可以防止發生交通事故嗰時會炒大鑊。仲有講埋系統啦，佢係自動運作嘅整合機器，會將流程同制度整合埋一齊，形成一套可以用自動波嚟運作嘅機制。好似分粥最後嗰個方法，就建立咗個自我約束嘅系統。分粥者都知道，如果自己偏私，最後蝕底嗰個就係自己。呢種設計可以令到成件事唔使靠人監督，都自動產生到一個公平嘅結果。企業建立系統嘅目的，就係要將複雜嘅流程同死板嘅制度，變成一種有機結合嘅運作模式。例如 App 系統就整合咗訂單處理、庫存管理同埋財務核算等等嘅流程，同時內置咗各種審批制度，令到成間公司都可以好似精密鐘錶咁自動運行。最後做個總結先，三腳凳係缺一不可㗎。企業管理就好似煮一道餸咁，
流程嘅步驟就好似先落油，跟住爆香，之後炒菜，最後再放調味。而制度就係規矩，好似唔准玩火，同埋要戴廚師帽等等。系統就係成個廚房嘅設計，例如個抽油煙機要點擺，爐頭嘅火力要點控制等等。流程唔順就會煮㶶嘢，制度唔清就會搞亂檔，系統唔完善就會成日搞到鑊鑊新鮮鑊鑊金㗎啦。最叻嘅管理者就係識得將呢三樣嘢撈勻，設計到成間公司都好似和尚分粥最美嗰個方法咁，唔需要日日睇實，班伙計都識得自動自覺交足功課。